今年乡亲拢会想要问讲，到底到什么时阵才会使过正常的生活？到今年5月底为止，本土确诊的个案已经超过200万例。指挥官陈时中就讲，全台胃病率达到10%，这是疫情关点。若高原期什么时阵才会较回？未少专家看法拢认为讲，所来就会开始降低。中国医药大学感染管制中心的副院长黄国斌认为讲，即马中南部都是高峰期，估计5月节年假过了后，整体疫情就会降低，上较紧6月底就会使恢复正常的生活。台大公卫教授陈秀熙嘛认为讲，未来1-2礼拜疫情有可能会降低。不过国年龄层的这个胃病率啊，以18到29岁少年人上济，12岁以下的囡仔嘛未少，只要控制好中重症，未来疫情就有这个机会流感化。多酸会痛，要是爱忍耐。即马赶咧注儿童疫苗，要提升保护力。目前国内本土确诊已经超过200万例，伫高原期的疫情看起来敢若要开始减少。医生沈正南指出，5月底到6月初这3天，全台确诊数已经比顶礼拜前3天搁较少，是高原开始减少的真相。中国医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国斌嘛认为，中南部当咧高峰期，按算5日节年假了后就会减少，将近6月底就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人口的总数来相推论的话呢，中南部到1万左右呢，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到顶了。7月的话比较有把握说疫情会明显的缓和，那整个6月呢比较后面一点呢，说不定有机会看到疫情缓和啦。如果它的累积感染力达到10%，疫情会开始就会开始下降，未来的1周到2周之内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部分的这个疫苗的保护跟我们的社区的免疫保护力。台大公卫教授陈秀熙统计过年龄层感染率，目前全国平均感染率达到7%。大家注意的是，相关年龄层包括儿童感染率来到8.9%，上侪是18到29岁少年人将近10%。是大人，特别是65岁以上嘛，走向5派方向，呼吁要预防这年龄层可能发生重症。重症受到控制，死亡就会跟着下降，所以时间大概也都是在6月底那附近。专家认为，除非出现新的变异株，若无只要把中重症的照护控制好，就会当把疫情当作流感。上紧伫7月中进前，就会当考虑和国外同款开始解封。我是吴依璇，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下订阅，还要开启小铃铛哦。